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，你超过伊招遮尔多人，做这款代志是要去收平的对无？你讲啊，你是安怎做这款代志？因为我爱阿乖。你后面讲，是真实的。其实我是三管真久啊。我想要落平的时阵，是伊收留我，不是我今日唔知变做什么款。阿乖伊对我有情义，我袂当辜负伊。秋萍要安怎？秋萍要安怎？你嘛知影秋萍真正爱的是你啊！你真正袂使辜负的是秋萍呢。要我事先无相信我，你唔通袂记？当初修平怀疑我，这怀疑我迄，一个无相信我的人，你叫我是要安怎甲伊斗阵，要安怎甲伊做人啊某啦？志英，你安尼讲对秋萍足无公平的。你家己要摸良心想看卖，敢讲你秋萍袂信任你，你敢拢无责任是无？你家一个来都市打拼，放秋萍家野伫睁开，你无迄安全感。而且你所承认的代志，你到底是做偌多啦？阿母，我是不得已的。莫搁讲啊！你今日爱我一个理由交代。我无认你这个囝。阿母，我你即马带面到我来去看秋萍，要去无？行。你原谅我。你是啥物所谓噪音啦？从今以后，咱两个断绝母子关系。母，别讲叫我，我无相信你这个囝。阿母，你别叫我，以后拢莫叫阿母，我无相信你这个囝。阿母。秋萍，秋萍。不是我心肝向无爱听你，是我背不起你。来啦！我接下来当家吼，互你照顾足济，嘿，多谢你啦哈。嘿，来啦，你受心事哦？马紧，我接下来吼，你著照我讲故事的，无我讲故事互你听，所以吼，我做个搬戏的咧，迄是大把钱唔知影的咧，而且我嘛做个跳舞，我跳迄落迄做稳固的过程哦，你看，嘿嘿。我在讲迄落吼，你起顶的代志。你瞎啦！马紧，别听，我来走啊吼。唔止了，算来，我是讲吼。我叫你走，你有听到无？无，我来买物件。来先啦。你转来。刘总。嘿。赖孙啊，什么代志？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什么话你讲？我问你，在你的心目中，我是什么地位？赖孙啊，我最后一摆甲你问，你老实甲我讲好无？我讲过，自细我就是师傅请大汉的，嘛等于讲我看你大汉的。我甲你当作亲像我的小妹遐尔亲啊。我毋是安尼想啊。细汉的时阵，咱定定办家伙啊，我逐摆拢演你的新娘，你嘛拢讲希望以后我会当做你的新娘，你敢袂记得是？这我无放袂记你啦。
啊，毋过，迄是细汉时阵讲的话，迄细汉时代讲的话要怎准算嘛？你一句话就甲我送到清气清气。你敢知影？我一直拢相信你细汉讲的话，我一直期待着，你当兑现你细汉时阵讲的话。啊，不过，你若安尼对待我。阿兰，我唔知要怎讲才好啦。我无想过讲，你将我细汉时代讲的话，甲当作是真的。是这个啦，这点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。你是你甲我分心的事，叫我原谅你。我袂原谅你，我永远都袂原谅你。阿兰，阿兰，阿妈你啊，你回来啊？啊，秋萍咧，伊哪无缀转来？秋萍敢无想转来？无啊。阿妈你啊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秋萍咱无去做伙转来，啊你有见到准用无？讲起来话头长。妈，我应该安怎做才好？最近拢要结婚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先转移？我是不是应该祝福伊？秋萍，来顺，终于要结婚了，你讲，我是不是应该祝福伊？莫怪证明啦，伊会安尼做，一定是有伊理由的。你着要坚强起来，莫再伤心嘛啦，你无孤单，因为我会永远陪伫你身躯边照顾。来顺，你想哪要一直都对我这样好？你实在是一个最善良的人。我无想要甲你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我想要你做。你要我做啥物？来顺，你以后拢喊你来照顾我。你要我做啥物？只要我做会到的，我一定会替你去做。你做会到，你一定做会到的。是啥物代志？记好啊，好无？这面通放袂记，我也记在心内。好无？我是真心的。其实，自从熟悉你刚开始，我就已经介意你啊。只是你身躯边一直拢有一个准用。秋萍，我真正希望你会当一世人跟我做伙生活，记好我好无？我同意。妈，阿妈你啊，秋萍，阿母同意你嫁互来顺啊。秋萍，小玉讲天亲地亲，爸母上亲，但是每一对爸母
拢无法度陪伊的时岁行过一世人。但是上大的希望，就是希望家己囝儿有一美满的婚姻，安尼才会心愿，更较好会当大，才当放落来。我嘛是同款。妈，阿母一天一天老啊，你还有真远的路途要行。阿母会当看到你，才都真是爱你，真正疼你的人，安尼我就足欢喜的。来顺，阿婆你啊，我有一项代志想要恳求你，莫讲困求啦，有啥物代志你做你讲。我希望你好好疼惜秋萍。伊虽然看起来真坚强，事实真软弱，真多代志也唔捌。我希望你给伊一寡时间，好好甲教，好好教伊讲，免啊做一个好某囝咧。会啦，我会。其实我嘛是有做一个所在需要学的，尤其是我嘛学讲安怎做一个好红婿。阿婆你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定好好对待秋萍的，我嘛照顾你，照顾阿国啊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来顺啦，我将秋萍交给你咯。秋萍，等你结婚了后，阿母甲阿哥就要离开家。妈，袂用啦，妈。你听阿母讲，我总是袂晓伫第一剧团的，互大公较麻烦啦。妈，你放心，阿母有法度带阿哥出来找头路斗阵生活。妈，你莫离开我，有好日子好不？妈，讲囡仔，你甲来顺啊结婚了后，你有一条真远的路途爱行，我总是袂得定来拖累恁啊。那别讲拖累啦，阿婆你啊，你嘛知影我自细汉就无爸无母，拢是师父同情我、收留我，会当带秋萍，我等于是加一个阿母啊，我足欢喜的。我这世人也莫叫过阿母这做啥款，我嘛真希望有机会通叫一声阿母。老了，好甲秋萍同齐来养好你，好不？来顺啊，多谢你的好意。但不过我想想咧，还是离开家较好。妈，秋萍，紧甲斗好看你阿母，希望伊会当老了啦。妈，他说你若是叫我遐尼啊自私，结婚了就无爱吵，这我是也无可能做会到。妈，你好好啊，有好你好，要那无，我拢我结婚，我一世人陪你身躯边。妈，我求你，你永远都莫离开我，妈。秋萍，起来，我你啊，我嘛求你。起来，妈，你若唔答应，我就永远拢袂起来。起来，起来，妈，你若唔答应，我袂起来。你若唔转头，我嘛袂起来。起来啊！你两个拢起来。我袂起来，妈，你若唔答应，我都袂起来。妈答应你，你起来，你怎么答应啊？俊良啊，拜托个，你有伫厝里袂较阴一个哟？会使。是安怎啦？俊良，你安咱小心小心。你若想要看我，我准备讲讲好消息啦，袂使讲是歹消息啦。是什么代志啊？我拄着丁修仪啊。丁修仪，伊即摆哪里倒？哈，拜托，你莫遐激动，我惊一条。无啦，我即摆讲你听啦，迄丁修仪哦，即摆讲已经伫我面头前哦，讲伊较早所做的哦，伊即摆拢足后悔，而且哦，伊决定讲要去警察局哦自首啊啦。会使，
你来遮尔戆来，绝对搁咧骗你的啦！哎呦，你别啦，你是听咧倒位，一直去跪我面头前甲讲哦，伊绝对要后悔啊！你知影无？你袂骗我啦！而且哦，拄则我袂去警察局自首啊，你甲所有代志拢讲出来啊，已经写清咱的冤枉嘛，你知影无？我相信警察哦，一定无偌久会当甲你个错当个抓着啊啦。最定啊，我一项哦，我老实甲你讲啊，其实我嘛还足爱心伊啊，我即马哦足烦恼讲哦。 你到时哦，唔知用关偌久啊？俊玲啊，其实这件代志哦，咱应该爱足欢喜才对啊。此后吼，咱就会当吼过种哦，唔免咱微微压压的日子啊，对不对？定咱光明正大行出来啊！即摆已经写成咱的完成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总算解决啦。俊玲，我即摆吼想要再甲你。 讲一件歹代志啊！什么歹代志啊？就迄落，什？迄个是，等下什么代志啦？你唔着紧讲。敢要讲？袂使，你若遮离谱啦。真是要讲哦。讲啦。就迄落，无你甲你看。 你来顺啊！这你唔通放袂记我的一生情，我也记在心内。你来了！你来了！你大大。 后壁放一把，咱今年新郎拜多谢，拜多谢啦！拜多谢咯，有下落爱下跪哦，下落爱下跪哦。来拜个祖先。 来，拜师傅。生日同胞！等下，接一个，秋萍，祝你幸福。有时暗暝，我会出现牺牲，搁是心痛的开始。